幾點。下晝開市跌勢更急，最多跌超過1400點，連24000點嘅心理關口亦都失守。恒指收市報23818點，跌1383點，成交1175億元。跌市之中，國企股成為重災區，國企指數急挫1030點，跌幅超過7%，收市報13531點。咁國企指數跌1000點啦，邊類中資股跌得最多啊？輝仔，市況跌得最多嘅咧係中資金融股啊，咁主要係市場擔心咧次按問題會蔓延到去一啲咧中資嘅金融機構嗰度。中國人壽咧急跌咗近1成㗎，建設銀行同埋工商銀行就跌近8%。資源股咧就因為油價回軟而下跌，中石油同埋中石化分別跌8%同9%，中煤能源咧更加跌咗超過1成。咁重磅股方面啊，匯控再次被沽售，最低見過113.3，收市報113.6，跌咗4%。中國移動咧亦都跌咗4%㗎，跌穿120蚊，收市報117.7。經過近期連番嘅跌市啦，恒生指數咧距離咧250天平均線，即係俗稱牛熊市嘅分界線咧，越嚟越接近㗎啦。咁所以咧仍然咧係未跌穿啦。不過有分析員就認為啦，港股熊市嘅氣氛越嚟越濃厚。個別股票咧基本上已經開始咗熊市啦，譬如有部分股票咧個跌幅講緊係5成啊6成嘅，所以變咗呢類股票嚟講咧已經係開始進入咗熊市。所以即係話咧，從嗰個指數上雖然未有熊市嘅跡象，但係個別股份咧其實已經係步入咗㗎啦。而內地同埋亞太區嘅股市咧同樣下挫㗎。內地股市咧跌幅最大，上海同埋深圳股市咧先升後急跌，收市都跌咗超過半成。亞太區方面，東京股市跌4%，跌到2年幾以嚟嘅新低。南韓股市咧就喺出口股拖累之下跌近3%。台灣股市微跌近1%，新西蘭股市咧就跌咗近5%㗎。咁雖然近幾個月港股表現都唔係幾好啦，咁但係外匯基金舊年嘅收益咧仍然打破紀錄啊，輝仔。咁係啊，咁外匯基金嘅投資表現都唔錯㗎。咁由於咧債券嘅收益咧係理想啦，咁雖然外地股市嘅回報就唔係咁好啦，咁但係外匯基金舊年咧仍然賺咗咧係1400幾億，係歷嚟最多㗎。一年埋單，外匯基金舊年賺咗1422億元，係賺得最多嘅一年，回報率11.8%。